一定要食变色，验过5元起食袂到，干那靠栽配才买会到。有民众就透过台北社团买花莲老二花变色，验过收入费拍开一看，这个变色唔若求水，味嘛无共款。记者就找到这间店，一个问头家讲，因无透过其他的人伫卖这物件，这消费者可能互人骗去啊。 动作非常紧，一搭碗就包遮尔多啊！花莲这间老店开业80档以上，伊是在地有名的店。有外关市的民众拢真想要食，伫网络上有找到团购代买，36粒只要140块，比店家礼拜250块俗真多，但是想袂到。收到货了后，拍开一看，才发现讲这包装明显加真细粒，求水去啊！ 对问社团负责人，对方山一再用各种理由，连伊讲是请店来制作的，连伊又搁讲是店员工私下食袂单，无法度一个清楚的交代。花莲老店嘛讲，因有卖这青的变色，但是无透过其他管道贩卖。我寄出去的都有发票，我们的东西啊是一定经过冷冻过。 头家表示讲，因的变色是栽培以重量算的，每一阿嬷拢是720克，毋是用一阿嬷有几粒变色来算计数。是毋是员工私下接单，用店家名号来卖咧？头家嘛否认，讲无可能。店家拢有注册商标，若是真正有人无名贩卖，已经侵权啦。民众购买网络商品，一定爱找有信用的店家，才袂吃亏。